呢個係嗰個轉移攻擊啦。咁佢係要避開對手個把劍，要喺對方嘅劍嘅另一側揾到一個位置去發動呢個攻擊嘅。咁通常喺防守成功之後啦，會利用呢個對手嘅反應同埋呢個時差去進行呢個攻擊嘅。咁最常見嘅轉移還擊同埋擊打轉移攻擊咯。呢個動作叫衝刺，呢個係左邊係學生，右邊係教練。學生就將個重心放喺左手揸劍嘅地方，然後向前衝刺。呢個係搏一搏嘅得分方式。呢個動作係防守還擊。咁首先學生呢，咁個教練係會督佢，咁學生會防守，咁會進行呢個還擊嘅。